近月樓市持續轉旺，剛入伙僅2個月的屯門新盤黃金海灣，近月接連錄得多宗二手轉售獲利個案，賺幅亦不斷擴大。最新錄得2期拍案轉售個案，業主購入短短1年半，帳面勁賺28%。世紀21天生置業營業董事鄭少坤表示，該行新近促成屯門黃金海灣2期拍案成交，單位為1A 座中層 H 室，實用面積312平方尺，屬1房1廳間隔，坐向東南，望遠景。業主放盤不足1個月，原叫價390，輕微減價5萬元即獲承接，減幅僅1.3%，成交價為385萬元，實用面積尺價達12340元。據了解，原業主於去年2025年1月才一手向發展商購入樓花單位，當時作價僅299.9萬元，持貨僅1年半，至今轉售，帳面大幅獲利85.1萬元，單位期內顯著升值28%。